上一條片咧就同大家講過唔同嘅電子書平台，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唔同嘅 E-Ink Reader。電子書閱讀器咧主要分兩種，第一種咧係開放式閱讀器，第二種咧就係封閉式閱讀器。顧名思義咧，開放式閱讀器即係無需綁定書繩，簡單嚟講咧就係一部 E-Ink 嘅 Android，可以下載唔同嘅 App， 亦都可以導入唔同嘅書籍落去呢個 E-Ink Reader 入邊。近幾年咧，其實越嚟越多牌子出咗開放式閱讀器，但我相信好多人都未聽過㗎啦，因為咧佢哋並唔係綁定任何一種書繩。而我自己咧近年就越用越細部，因為方便攞出街。如果你想知道呢個係咩牌子咧，你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開放式閱讀器咧門檻就會高啲，但係彈性就會大啲，就會好適合我呢啲讀者咧需要跨平台使用 download 唔同嘅 app， 就應該要用呢一種閱讀器啦。至於封閉式閱讀器咧，相信大家都聽過㗎啦。主流咧就會有 Kobo、Kindle、Moon Ink， 但係咧大部分嘅閱讀平台咧都唔容許讀者下載文本嘅，就算可以下載嘅咧，都會係唔同格式加密咗嘅 EPUB， 所以導致坊間好多人咧係會自行揾方法破解，方便擺喺唔同嘅平板使用。我自己覺得其實比較理想嘅做法咧，就係買開放式嘅閱讀器，因為佢彈性大啲，一嚟咧可以將唔同嘅閱讀書城 app 咧擺入去，二嚟亦都可以上網瀏覽一啲未有 app 嘅電子書平台，第三咧就係可以將已經下載咗嘅文本咧擺入去睇。至於我手頭上呢部可以擺入褲袋嘅 E-Ink Reader 係咩咧？你留言電子書，我會即刻 send 俾你。